感谢今仔日伫咧这个这么寒的天气内面来到咱现场支持阮的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咱知影今仔这个活动是啥物活动？一开始主持人就介绍啊，恁知影吗？你去看完啦，唔好讲你唔知呢。安尼就介歹势嘿啊！咱有看到边啊吼，这是由文化部特别举办，因为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所以伫咧这个舞台呢，张是纸风车剧团今仔日这个东美华戏团，伫咧伫视还有真侪表演，都是用各种无共款的母语，唱着咱的歌，讲着咱的话，会当共同伫这个舞台顶来做伙演出。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真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我要甲各位观众朋友讲哦，恁今仔日伫现场看戏，所有的亲爱观众朋友，恁今仔看到，恁就扣到，因为恁若入去室内看，一张票要3000人，恁今仔趁3000人。哦，未过年文化部都红包固定啦吼，对。所以呢，我想，今仔这场的演出非常的特别。阮前2天啊，演员伫遮伫咧排练的时阵，阮讲安那排练拢是感觉天光，因为非常的热，非常的温暖。但今仔日天气有小可较冷淡薄啊，但是嘛是非常的特别。阮对天光光、半煞共款天光光，拢无暗，但是。阮并无因为安尼，这个灯光设计伊就平淡无做，有真侪这个灯光设计需要的所在，伊共款有特别安排。只是不离过，因为天光可能看无啥有，但是并无影响到阮舞台顶演员所有厉害的观众朋友，你应该看会出来吼。好，台顶演员恁应该拢真熟悉，对不对？对，所以唔免我介绍，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这位是，这个是，我是。太神好，你甲伊讲对，我今日你甲我讲唔对。好，来，咱来考看卖啊咧，第2排的这看有熟悉偌济，嘿啊，咱来看卖啊吼，来中啊，我们看一下梁山伯。所以然后祝英台、李若琪，好哦。然后再来就考验你是不是有常常看阮的戏啊？吼，我们的小糖果出现了哦。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最帅的白捕快。哦，好，好，我们顺着过来，他旁边的黑捕快。好，很好。来，我们看一下那个白捕快旁边这一位，知道是谁吗？很好，好的。然后那个最棒的、优秀的夫妻，他们不是夫妻啊，他们是 CP 值很高的。对，好。第一位在咪姐旁边的马文才旁边的妈生一个妈吼，对不对？吼，来，吼，这位是伫家，好。伫家然后伫家边啊，这位是阳光美少女，是的，好。那她旁边，品轩旁边是好梁芳玉，那芳玉旁边那位是陈柏珍，我早一点请爸爸妈妈讲哦。后来，谢谢爸爸妈妈从宜兰专程来捧场哦，这嘛是爱感谢，对宜兰来哦，多谢。好，那柏珍旁边是。嘉颖，好，来，那我们都总会啊九演美丽的可爱的少女，好，陈欣慧，谢谢，好，特别介绍在这空中飞人的部分，胡椒老师来，对，2位，谢谢，谢谢，谢谢，好，要够我咱雄会啊一排由洪轩带领的辛苦的武行们，谢谢你们。其实伫咧舞台顶演出的人，伊是我，咱毋是看剧场，我来感觉我来穿新衣服咧咯。多谢，多谢，好，好，多谢，好。因为呢，咱头拄则应该有看到足侪人伫咧换景，你们有看到吧？可是其实不止上台的人，后台还有，因为它有灯光、音响、影像，还有舞台组的，所以他们真的很忙。不离过，恁看到、扣到，因为伫剧场你无可能看到因，因今仔日嘛等于是上台表演，所以借着各位掌声，谢谢我们的辛苦的幕后舞台组的灯光组、影像组，谢谢你们辛苦了，感谢，谢谢。要个有呢。
咱现场看到的是现场表演，听到是现场的演唱，所以恁即马看到乐团家，因拢是真实的人。我的意思是讲，因真正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乐团。好，我们先从这里介绍。本场领导指挥主胡基军长，舞场领导陈玉伟，还有我们最棒的帅哥美女大乐团。谢谢谢谢。当然非常感谢这个编剧建新重新编排这个世纪婚礼哦，因为这个是电视版的孟婆客栈，也谢谢辛苦的戴军帮带导，为了我们文化部的迄个征讨技术，这个吼特别专案，佮重新排这出去，所以才有机会会当到咱台湾各地去表演。我想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好，我感觉阮台顶用要徛袂掉啊。但是有一件代志，甲阮来做最重要，最重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有想要甲阮做伙翕相无？但是唔好冲动，恁坐在恁的原位就好。我的意思是讲，阮会对台顶翕倒落去，啊，恁到时阵才去放大、放大再放大，看你伫倒位啊，安尼好不好？可是呢，我们要特别邀请一位贵宾，非常感谢我们文化部的次长金惠次长来到现场，我们邀请他上台的舞，大家一起合照，谢谢。来，恁会看到镜头，才有看到恁哦。那你站起来，站起来，我们可以站着，我们可以蹲下吗？哦，蹲下好，蹲下好。恁有看到点面的镜头无？效果，谢谢大家，好，大家要等于爱这里哦，咱来插钱哦，较少的吼。好，我们用你们的掌声，我们再次感谢文化部，谢谢金惠市长，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祝我大家新年